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台美关系有最新发展。咱知影，1970年代尾期到1980年代初期，美国甲中国签3个公报，内底讲美国认为世界上干那一个中国，过来虽讲无讲同意，总是美国认知中国主张台湾属于中国，这咱再来叫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过，就是伫昨日，美国国务院主动伫因的网页面顶抬掉“美国认知中国主张台湾属于中国”这句话，嘛个交代台美非官方关系迄段本底是大声讲一句“美国无挺台湾动力”，即马这句话嘛抬掉啊。随网页面顶一个中国政治的文句原在总是美国国务院的作为，使人来想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敢是进展到一个新的坎站，未来会安怎影响到台湾海峡的局势？咱伫遮土象是无较抓。今仔日台湾新眼界邀请到资深外交官甲国际关系专家来替咱观众朋友分析这边美国国务院大动作改台美关系说明的眉眉角角。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资深外交官卢庆良大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平安。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观众朋友平安。邀请前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中心刘树杰主任。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咱今仔日来讲美国最近挺台湾的动作，吼，大声是美国国务院的网页面顶，吼，有讲一句，美国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吼，这句话即马抬掉啊。过来讲到台美关系，伊大声有讲一句，美国无挺台湾独立，即马这句话嘛抬掉。那讲到美国甲台湾关系的主我，吼，伊即马加一个6项保证啊，这。 咱稍等下会来探讨，最近美国国会吼通过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吼，总是这个法案，美国拜登总统也未签，会签无？什么时阵会签？这咱稍等下嘛要来探讨哦。美国在加速印太战略的布局吼，因的战舰今年是第5摆通过咱的台湾海峡，这个动作和中国是气噗噗啦。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讲，美国是在乌空。 一中啊，不过咱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讲吼，美国甲台湾犹原是一个非官方的关系。不过咱看到因的情报单位讲，到即马到2030年吼，中国会发展因的军力到什么程度咧？就是遵照美国有干涉，中国犹原有摘掉，甲台湾吃掉这款的程度。这个问题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大先先来看美国国务院网页改版的报道。 点开美国国务院官网台美关系的简介，伫册5大更新，除了介绍台湾作为民主带头羊，加科技重镇，是美国伫印太区域的重要合作盘。差别就是从进前的版本，开头的美国认知的中国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等依据宣读。增加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联合公报加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强调美国的相关的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也看到，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重新恪守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对台承诺是坚若磐石。AIT 也以声明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一直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联合公报加6项保证为指引，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对台政策不变。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认为，虽然字句有调整，也毋过无脱离一中政策，也无达到中国红线。学者也认为，这个调整只是更加符合拜登政府对台公法。这个动作事实上跟美国的战略政策是这个一致的。过去美国在定义台海政策的时候，不会把6大保证放在里面。那这个方法其实也不是从拜登开始放的，而是在川普执政时期。那拜登上台之后，这方面是萧规曹随。李台中分析，这个月会当讲是美国的印太月，加上拜登将要访问日韩，还有四方会谈，明显拢会讲到台湾议题。这个时阵，就国务院的官网文字调整为拜登就任以来对台的官方讲法，也是典型一种态度，要强化甲台湾的合作化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咱即摆来看美国国务院的网页面顶吼，旧版甲新版的这个侦查吼，伫旧版内底吼，美国根据上海公报、建交公报甲817公报讲，美国认为中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且因认知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即摆是改做美国长期有一个一中的政策吼，这个一中的政策用啥物来做主语呢？是台湾关系法、美中的3公报甲6项保证吼，即摆是改做安尼。另外，本地讲到美国甲台湾的关系的时阵，伊大先有讲一句：美国无挺台湾独立吼，这句话即摆甲抬掉吼。咱来大先来请教卢大使吼，伊本地讲认知中国主张台湾属于中国，这个认知。这2个字吼是真有美感，因为伊是认知讲你安尼主张吼，啊，咱看到以前美国对台湾在交往的时阵吼，伊因为这个认知，伊无概念讲伊甲中国的关系袂去打迄条红线吼。毋过即摆伊甲即句认知中国一中立场，即句话来抬掉，嘛毋是讲伊就要反背这个一中政策的立场，敢毋是安尼？无毋对，咱看到这个现象呢，一方面咱有真济思考啦。第一点啊，因为伊的一中政策，美国一中政策呢，到即卖为止呢，并无改变。是。而且呢，搁一个就是讲，伊认知伫外交事务上，甲承认是无共款的。哦。就是讲，我知影你的诉求是啥物，但是我无一定同意。是。哦，但是你嘛袂使讲伊就是同意，因为伊就是无一定同意，再用认知，这是外交上一种特别美国这方面的坚持的立场。所以你会看到今仔日伊即马改做讲，伊讲奉行一中政策。即摆咱要思考的就是讲，你这个一中政策到底是毋是符合我伫咧台湾的诉求，甲我对未来将来的这个希望？这是咱大家爱去认真去思考的。当然，你看到美国网页，伊即摆2天以来改做安尼了后，咱搁较关心的就是讲，会搁改做转来无？哦，因为国际局势是咧变啊。是。如果你今仔看。中国甲美国建交以来内底，吼，甲即摆局势，当然是无共款啦。你有罗西亚甲即个乌克兰的战争，有美国针对中国大陆军事力量强大，对台湾的威胁是愈来愈强的情形之下内底，所以这反应这转变会使讲是必然的。至于讲会当行到什么程度，就是咱这边所希望的，咱所寄望的，就是讲对台湾的安全有更较侪的保障。安怎来共同努力维护地区的平安全甲安定，这才是最大的挑战。若是讲改倒转来，譬如讲后个月就搁改倒转来，安尼敢袂互人一个反起反倒的印象？美国敢会安尼做？即假算讲若有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咱拢会当了解，你啥物做法，拢有啥物款的讲法。哦。所以这就是外交现实面。你如果讲美国到时阵，你讲我即马搁改得转来是必要的时，伊会去做啊？伊当然会啊，因为符合伊的国家利益嘛。是。如果伊即马做这个调整，是真大背后有真大政治意义伫内底。是。所以这方面咱会使小可欢喜一下啦。哦。因为你会看到讲局势咧转变，台湾的价值愈来愈受到美国的重视。是。台湾的利益，美国当然关心，但是呢，美国呢，伫台湾的利益呢，咱个加起来对台湾的安全都搁较侪保障。哦，所以我毋知讲咱会当小看欢喜一下，但是咱爱慎重啊，就是讲，以后来会发生过什么款的转变？是同样的这个时间，就是我台湾安怎加强我自我的防卫力量。是。好，咱过来请教林正义老师吼。咱看到伊咧讲到美国一中政策的主语的时阵，伊即摆加一个讲是根据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甲6项保证吼。加即句话，我在我看是感觉足重要，因为伊即摆的一中政策，伊显然讲我是考虑我甲中国的关系，同时是我嘛考虑我甲台湾的关系，是毋是安尼？确实有影是安尼啦吼，即个6项保证吼。我会记1982年啊，即阵也个是蒋经国做总统，吼因为即个雷根总统要来减少卖武器予台湾，但是有即个817公报，即个817公报8月17日公布，就是美中3公报最后一个吼，
因为这个雷根总统知影这个对台湾的影响足大，所以伊就事先伊7月用这电话，无这个书面的啦，哦，这阵是私下的其中的保证，是其中的保证，哦，啊，就是讲美国派武器给台湾，无有一个上尾结束的时间，哦，啊，卖武器，阮也无要甲这个中国来协商，到底卖什么款的武器给台湾，哦，所以咱会当看见为这个1982年到今仔日多40档，对，好，以这40档内底有足大的改变，较早是私下私下秘密无要公开，即马变做一个公开美国对台湾的一种的保证，头一阮也有讲到就是讲，其实这个6项的保证较早是无甲这个台湾关系法甲3个公报来并列啦，为这个2018档开始，有一个亚洲再保证法的倡议法，这内底第一届是一个法律，伊是美国的法律，美国总统川普有签字，所以伊将这个美国的法律伊一届内底各一届公开来标记出来，所以咱知影就是讲最近因为这个俄罗斯到乌克兰的战争，互美国知影讲对付中国对台湾的野心，袂使像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以后较来做，应该来事先来布置，事先的布置内底就是讲爱完全照着中国伊的军事的行动，咱知影就是讲一面拄啊猛亚的改一面就是讲中国的航空母舰。这辽宁号，以咱台湾的东边，以这石岩岛的以南差不多170公里的所在，伊演习足一天，所以就是讲中国虽然讲是乌克兰的战争，但是并无减少对台湾的军事的准备，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伊完全都是一种的准备，但是伊并无讲伊要支持台湾独立伊敢讲是。无支持台湾独立要下调所以咱阮爱知影就是讲，美国并不是支持台湾独立。是，好，观众朋友，林正宇老师讲到一个代志，足重要是2018年的时阵，美国有一个亚洲再保证的倡议的法案这个法案头一摆，甲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真做有文字，而且这个法案内底明确讲，6项保证是。台美关系的主偶所以即摆咱看到伊放伫即个国务院的即个网页面顶过来咱来请教吴建中老师虽然咱即2天拢咧要义，咱拄则所讲的即2项代志，不过阮感觉讲有另外一个代志嘛是足重要的，因为伊讲到台湾未来的时阵本地的版本是讲美国坚持和平解决两化的即个政策反对任何一边大主大义来改变现状。不过，即马改做美国鼓励用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甲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来解决台海的问题，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本地伊是强调和平意义即马是讲尊重台湾的人民的决定也就是讲美国即马。即边的这个做法是甲台湾人民的这个愿望放伫伊要处理台海关系的这个方法内底。是，咱看到伫即个美国国务院即个迄款网站的改版内底咱上主要爱看到就是讲。针对台湾的未来的部分，其实即届伊安尼写的部分，咱爱看到一点咱看到即届内底伊安怎写，伊讲美国希望会当继续来推动符合台湾人民期待甲上好的利益，来和平解决两岸的分歧。即句话背后意思就是讲，美国无希望任何来改变台海现状，也就是讲美国即摆已经注意到。会去改变台海现状的，毋是别人，就是中国。所以要安怎甲即个代志
画一条红线出来，吼，互中国知影。因为过去拢是中国在画红线，讲你袂使安怎，你袂使安怎，你袂使安怎。但是中国伊安尼这怀必白的情形，互全世界拢看到，讲其实要改变现状的，就是你中国，无希望中国。会当继续来威胁任何世界，包括咱看到，不管伊对香港也好，对新疆也好，拢是安尼情形。咱即摆台湾，咱台湾的民主吼，为1996年了，台湾一人一票投出咱的总统，咱会当决定咱的未来。但是咱看到是中国即摆伊的武力，伊的迄款整体的国家的实力，都在提升当中。所以有可能吼，会伫啥物时阵来威胁到台湾民主的迄款自由意志。所以咱看到伫即个法案内底，嘛有烦恼到讲是毋是中国会伫2030年的时阵进行，也是伫迄个卡刀啊，会来改变到台海现状。咱知影吼，中国伫2027年的时阵要建军100年，建军100年的意思就是讲，我中国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会当徛起来。所以咱看到讲，美国无希望吼，即个部分，咱过去内底吼，咱咱看到吼，除了对台湾的未来以外吼，上重要就是讲台湾的立场，过去吼拢定讲，啥物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咱看到讲足侪吼，迄款有心的人吼，包括中共吼，因的宣传拢讲。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但是这句话伊拗入来了，就讲美国反对台湾独立。咱看到伊世界去宣传这件代志，这其实对台湾来讲吼，这根本无意啊无自家的代志，一直要踢来咱台湾的喙内底。所以咱看到讲这句话内底，其实咱看到这个甲抬掉了后，其实伊就是要无爱搁互中国吼。安尼去宣传啥物美国反对台湾独立这件代志，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拜登在通话的时阵吼，因的新华社、因的官媒吼，拢定定拢去甲这句话拢去拗咧美国人的喙内底。美国是讲无反对、无支持台湾独立，但是无讲美国的反对啊。咱看到最近吼，因中国的外交迄个国防部长甲迄个美国的迄个官员在对话时，伊嘛要甲即句话拗咧伊的顶头内底，所以咱看到讲，美国惊伊听无吼，佮用中文甲写出来，美国无安尼讲，国防部长无安尼讲，无安尼讲，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这是咱爱看到，尤其是咱台湾未来甲台湾的立场顶头吼，美国安怎看？但是咱爱看到讲，其实吼。中国为这条红线，其实咱看到这个改变吼，唔是讲向这半暝食西瓜反正啊。其实美国吼，伫顶下川普甲拜登咧选举的时阵，其实民主党就已经伫因的迄款全国党代表大会顶头已经有做出这个改变啊。咱看到进前布林肯在帮拜登写外交政策的时阵，伊就写到这段，写到啥物咧？伊就讲吼，美国民主党吼将过去的一种原则甲改做吼，民主党坚持台湾关系法，会继续鼓励台湾人民的意愿，甲上大利益的原则来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当时布林肯伫这个改变甲布林肯写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其实民主党吼，这伫2020选举的时阵，就已经有提出这个政策啊。即摆只是讲。甲因执政了后，甲伊落实落来，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过去吼，足侪人咧讨论讲，民主党吼，可能伊感觉上大的威胁是苏联，是罗西亚。对中国来讲，咱看到伫迄当时的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时阵，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的时阵，伊就超工讲足侪哦，中国威胁，中国威胁，除了讲中国威胁了后，也佫摕到一段的部分。所以咱来看到就是讲。美国人的政策吼是有迄款长久的迄款延续性的，伊毋是讲半暝啊会去改部分，所以咱看到是讲，伫即个美台的关系顶头吼，即段努力吼，我相信这民主党做出安尼的一款表示吼，咱足侪台美人吼，伫美国安尼伫外交顶头的努力吼，我看到即段的时阵，可能会流目屎。咱来讲即句话吼，讲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若是讲咱台湾人民投票讲要甲中国统一，那美国敢会同意？我相信吼，这若是讲台湾若是有做即款投票的时阵，爱符合台湾人民的上佳利益。这台湾人民上佳利益内底，若是无小心去中国的迄款白贼话，
甲暗砍了后，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美国无可能支持的啦。所以咱看到是讲，伫这段内底吼，其实后壁佫有背后，佫较深落去研究的所在。是，继续咱来请教老主任吼，咱来看美国对 AIT 的角色的讲法吼，伊本底是讲 AIT 是维持美台的非官方的关系，即马改做另外一个讲法，伊讲到 AIT 是一个台湾关系法授权的非政府的组织，伊甲国务院甲 AIT 有签约的关系吼。咱来看这句话内底，伊显然去承认讲台湾关系法的存在。另外，咱知影讲美国的国务院事实上伫负责美国的外交的事务嘛，伊安尼讲，敢毋是就是用一个外交的看站来讲到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对，伊即句话主要就是咧强调讲，即个 AIT 虽然是一个非官方、非政府的组织，但是伊甲过去的即个条文来做一个比较，你会当去看出讲，第一强调这是台湾关系法来授权，所以讲伊甲伊即个 AIT 美国在台协会即个 AIT 官方的这个色彩做一个提升，较早是较无遐明显，即摆就讲伊即摆都是甲咱讲这个 AIT 是台湾关系法来做一个官方的这个授权吼，所以讲第一官方的色彩是提悬，第二点就是拄咱阿兔讲的，讲这美国国务院就是咱台湾外交部的意思，伊即摆就是讲这个 AIT 是甲国务院有契约的关系，所以是毋是讲？伊就是咧承认讲，其实 AIT 就是美国来对台湾即个外交即个mission， 即个使团，伊即摆就是间接咧表示讲，其实 AIT 就是美国国务院派伫咱台湾的外交的即个单位。后一步咱来做一个观察，因为全世界美国伫其他国家即个大使其实都要经过即个美国参议院即个听证跟认可嘛但是伫过去美国在台协会即个处长、即个处长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唔免经过即个美国国会即个去 approve 未来若是讲照即摆即个新版的新版本即个文字来看，未来是毋是有可能 AIT 的处长咧任命的时阵，即个 appointment 即个任命是毋是有可能做一个改变为唔免经过即个美国国会即个认可，变做以后可能是毋是需要美国国会来做一个approve，若是向这个方向来做个改变，其实对台湾是好事，因为这个表示讲美国来看 AIT 这个官方甲外交这个色彩是愈来愈重。我想说，我来补充一下拄仔咱讲就是讲，这个一中政策我的看法甲拄仔咱大使咧讲有淡薄仔无共，就是讲。伊虽然当然伊是无讲伊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伊过去伊是讲伊并无支持台湾独立嘛，伊即马甲这并无支持台湾独立，即个字甲删掉，其实我咧看是感觉讲伊是间接咧讲，其实伊嘛无反对啦，伊嘛无反对台湾独立，但是伊袂讲我足明。这是足符合我过去长期咧讲，因为我是希望讲，咱以后台湾这个国家伫国际上都是以台湾为名，所以像拄仔咱这吴教授讲的，以后阿公伫国际上，伊无法度搁摕这点来讲。美国也无支持你台湾独立，伊以后都袂当安尼讲，因为美国的潜台词就是讲，我虽然无讲我无支持，但是我即摆我无讲出来讲我并无支持，所以以后就是讲台湾独立嘛是有可能是一个选项，只是我即摆还袂讲尔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我个人是足兴奋的，我足欢喜的，因为。这是对台美关系来讲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展。我相信啊，咱伫前线这个驻美代表处
看到即个申办即个问题吼，嘛是应该拢足欢喜啊对。是，也就是老主任讲的是一个较明确的方向吼。咱针对这个问题来请教卢大使，就是讲这个明确甲无明确，咱看到美国吼在这个网页面顶吼，本地是咧讲咱台湾甲美国经济贸易的关系吼，干那讲智慧财产权啊，美国商品要卖来台湾这个代志。毋过伊即马讲到 EPPD 甲 TTIC 吼，这拢是甲亲像科学啦、电信啦、高科技这个代志，而且佫有半导体啦、5G 电动车，这是明确来认定台湾甲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关系吼，这是一个讲甲足显然的。亲像咱若是摕拄则卢大使所讲的，迄个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吼，伊支持参加，就是甲老主任拄则讲的，可能有一寡交叉，就是讲，伊讲支持，要安怎支持？伊这个敢有讲足清楚的？咱请卢大使替咱说明一下。这真好的议题啦吼！我定定咧讲，放外交有3大要件。国家实力是不能一厢情愿，寡有悲情主义无用论啦。悲情主义无用论。第3就是沉得住气，继续努力。今仔日咱甲美国的关系最大的罩门，就是讲美国一再重复讲，伊甲台湾是非官方的关系。是。假准讲你若将非官方的非甲摕掉，做法都阁无共啊。因为伊考量到伊甲中国这个双边的关系，所以呢，伊一直到今仔为止，拢咧讲非官方的关系。对。因为是非官方，所以呢，在美国在台协会这个主任。伊要来任职的时呢，伊要经过因的国会听证。这就是非官方的一种执行。是。佮另外一个，如果今仔美国因为甲咱的双边的互动，你会当看得出讲，唔是干那政治的宣言，是实质上啊，包括实业这方面、生化科技啥这背后所显示出来就是讲，美国已经也知影讲，台湾是伫咧美国这领域内底。优质的合作伙伴，优质的合作伙伴。若无你无够用，伊袂来找伊。对于咱来讲，因为咱有一定的实力，所以美国必须重视我的存在，重视我的利益，重视咱美国甲台湾未来的这个利益，共同利益，这就是外交的共同利益。是。但是这过程中间内底呢，我一向提醒咱的国人，咱要有更较侪理性。因为今仔美国到台湾的关系一直拢是非官方，所以如何会当促成讲用实质渐进的方式呢，会变做官方？这大家就牵涉着头拄老主任所讲的，讲伊将这个无支持甲摕掉，但是就外交事务来讲啊，无支持无等于支持，咱也想好，因为你若是支持，你会当明讲。但是即摆眼前是一中政策伫迄台下，非官方伫迄台下，所以如何咱进一步跨越这种的障碍内底，这就是咱甲美国继续去努力的一个真大的挑战。是，所以咱办外交袂当一厢情愿的道理就伫即大家。你若有实力，美国一定爱在乎，对吧？换倒转来讲，你台湾内底，如果你的人民也好，你的国家整体利益，包括咱头拄讲的第一个。美国会重视着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台湾人民的期望是啥？真简单嘛，我稳定，我安全，我会当民主生活，对无？所以整个利益甲美国利益结合起来，对台湾的将来你就免烦恼嘛。是。若是讲到迄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代志吼，因为伊5月22号就要开会安尼。美国即摆讲要支持咱台湾参加，就爱拜登总统先签吼。伊真正会签落无？这2个可能啦。第一就是讲，伊是毋是伫咧开会进前5月20就是讲5月第3礼拜礼拜1开会开议就对啦会进前就签。安尼美国的代表团也是美国政府，都有一定的时间内底做一种安排，这是一个可能。如果若是安尼，伊应该因的国务院、因的外交人员，即马就开始咧做啊，开始咧准备啊，讲我要安怎做，拜托即个邦交，因的邦交国安怎帮忙台湾。因为真诶办事出去，我去说咧，那边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个案，我敢讲我是专家之一啦。这第一点。如果讲伊拜登总统签的是5月
开议了后，南美要开议了后时，迄就变做干那政治性的动作，对吧？啊，伫外交上来顶真简单，外交人员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是无分量内底，我私下会当帮忙，但是迄无可能公开。迄就是啥？咱爱做lobby的原因，就第一次大家lobby就是我有话先讲好，我现在要参加，我受到这个中国的打压，这是无公平。对吧？尤其这边新冠肺炎，咱的表现老实讲啊，虽然即马大家真担心来讲，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是对吧？咱表现真正是袂歹啦。啊，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内底呢，大家安怎共同一心，大家来努力，这原来是咱内部大家爱去努力的所在。是好，美国对台湾的未来吼，针对因家己国家的利益是真关心。咱来看一个报道。海军甲中科院为七十开始。连续3天伫东南部做飞弹的射击，有民众看到台东地区指挥部的装甲车队，这2天伫营区出入要进行演训。最近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是真接伫日本石垣岛南边咧操演，嘛引起咱国的关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指出，为即马到2030年，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是真危险。Yes,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it's critical or acute between now and 2030. I think that's absolutely fair. What is hard to tell is how, for example, whatever lessons China learns coming out of the Russia-Ukraine crisis might affect that. Just how difficult like a cross-strait invasion might be, and how dangerous and high risk that might be. 不过，海恩斯甲博瑞尔拢认为讲，中国更加愿意选择避免军事冲突威胁的统一，同时加强对台湾的外交、经济甲军事压力。也若考虑美国可能会介入，对武力犯台敢有信心会当有效果，嘛影响中国的决策。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美国国务院因为更新美台关系小解，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的疑态度，引起中国的不满。国务院表示，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北京无应该就地来发挥。Well, there's been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All we have done is update a fact sheet.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our policy remain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6 assurances. 普莱斯强调讲，国务院的小解欢迎甲台湾坚定非官方的关系，嘛呼吁中国要用有责任的态度来处理，唔通用借口来增加对台湾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好，美国即马是真挺台湾，总是咱知影讲，毋是讲再来拢安尼吼。咱来看1949年到即马的一个台美关系的历史。咱知影伫韩战爆发进前吼，美国事实上是已经放弃蒋介石的政府，是因为韩战了后，伊才转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且伫1954年甲台湾签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哦。过来到1972年的时阵，70年代的时阵吼，中国因为有一个角色，就是美国甲苏联嘅对敌吼，美国想要诱中国来合作，要甲中国的关系来正常化，所以咱知影，咱伫1971年吼退出联合国，到70年代中期了后，美国甲台湾有一个断交吼。过来到1982年的时阵，美国甲中国817公报，就是咱拄则所讲的是建交了后有一个新的公报，就是伫内底讲美国认知中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总是咱林正义老师拄则有讲到，因为这个817公报的关系吼，迄个时阵美国蒋经国提一个6项保证啦。过来，咱知影吼，是大家较无咧讲的，咱看到这条线是平平，总是台美关系是有一个起起落落。伫1980年代的时阵，因为咱中国国民党政府吼，伫台湾的这个人权记录实在是真歹啦。迄个时阵，美国实际上是真册台湾这个所在的政府，若是甲中国比拼，因认为台湾是一个野麻烦的政府哦。到1996年的时阵，因为咱台湾头摆进行民主化了后的总统直选吼，咱看到中国就伫台湾海峡试射飞弹吼，为对台湾造成真大的威胁。过来到2000年年代是因为发生911事件吼，美国搁再一摆要由中国吼来斗阵做这个反恐主义的这个战争吼，迄个时阵台美关系嘛受到影响。总是咱看到2016年蔡英文总统的新政府上台了后，甲Trump 总统有真侪合作，美国通过这个亚洲再保证的倡议法案。
当这时嘛通过这个台湾旅行法吼，这台湾旅行法虽然中国甲台湾甲美国是一个非官方的关系，总是这个旅行法吼鼓励咱的政府的这个单位甲美国政府的单位互相之间有交流吼。咱来请教林静怡老师，咱看到这个台美关系这个起起落落吼，一方面就爱符合美国的利益，当这是美国嘛有在看咱台湾人民对未来的愿景是安怎，敢毋是安尼？确实有影啦吼，因为咱看去过去差不多70档以来吼，真正有足大的改变吼。就是讲中国1971年啊，都毋是联合国，以前都毋是联合国的会员吼。当然讲台湾有的外交的邦交啊，比中国更较侪，是吼。但是慢慢的改变，到即嘛，我感觉另外一种的阶段会出现。这个阶段就是讲，这个2012年，这个习近平上台了后，伊甲胡锦涛甲江泽民都完全无共款的吼。伊有足坚定，要这中国梦吼，但是有哪是来改变，唔惊伊南海。这个填海造陆啊，本来是小小一个岛礁，变得足大吼。伊这东海这个防空识别区，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慢慢，这个中国变成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所以美国的政府佮开始有共款无共款对中国的做法。另外一边来讲，咱台湾过去这几冬，即摆足少人讲。为着这台独啊，这个问题伊遐咧辩论啦，吼，较早是有无毋对，但是即摆就大家拢会当慢慢接受。咱咧邮票顶悬是中华民国壁挂有台湾，这个物件是蔡政府，这个马英九政府，阮也共款是安尼做。所以对美国来讲，因认为讲这个台湾独立的问题，并毋是一个足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台湾的安全是。这个对美国、对日本，这个确实足大的威胁甲挑战。所以咱就是看到最近这几冬，美国希望台湾会当有较好的准备。这种较好的准备，唔惊以这个军事的准备，那以政治，比如讲吼，对付中国大陆以咱台湾内底一寡足济这个统战呐。这个锐实力啊，吼，就是影响咱的这个新闻呐，吼，这个咱的心理，阮会当来做准备。咱的法律，比如讲中国派来的间谍，咱判了上过轻，吼，所以有足济就是讲，希望台湾这个岛屿顶悬的人会晓知影，就是讲台湾本身是受到这个威胁，有足济应该爱有的准备，不管你的国防武生。还是其他其他的准备过去这几冬，会使讲是美国对台湾，以这个法律上有保障的一个阶段。咱看这个2020年，差不多2冬前啊，这个川普就签一个台北法。对，这台北法就是讲，你台湾加15个国家、14个国家的邦交，其他。要甲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的政府会当来改变伊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比如讲，伊安讲伊的经济的援助，伊会当减少。台湾参与这个国际组织，然后伊这内底有足济的规定。咱会当知影，这个拜登政府对台湾参与这个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来挑战这个。1971年，这个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这个问题是过去咱看袂到，所以不管是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我想讲一定原来是支持台湾，但是这种的政策，咱看去过去这小布希政府内底，当时台湾要参加联合国当时受到足大美国的反对。唔惊美国的反对，英国还是其他国家原来就反对，但是到即马开始，这20冬过去了后，咱会当看去台湾
要参与这个国际组织，美国、英国、澳洲联盟，加拿大，日本，都是希望台湾会当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是。接续林正义老师所讲的，咱来请教老主任吼。若是讲到对台湾的威胁，大家人拢知影，迄就是中国哦。咱知影伫1989年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了后吼，全世界都真戆影吼。过来就讲欧美想要用经济开放的这个方式来转变中国哦。不过伫这几冬来吼，这可能是火就花去啊，大家对中国的态度渐渐在转变吼。世界各国对中国态度甲认知的转变，安怎会互咱台湾更较安全？可能会有啥物款实际上的做法？伫过去这2-3冬度，哪讲咱拄林教授咧讲吼，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啊，对中国原本一个幻想啊，全部拢幻灭了吼。较早咱讲伫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当然是一个代志，但是咱袂记讲其实。中国吼为这个咱讲1990年吼，这个邓小平南巡吼，其实经济上吼改革吼甲开放，其实当初是互真侪国家，包括伫美国在内吼，包括这克林顿吼总统，其实真侪人对当初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有一个幻想，讲中国敢会真正会改变，甚至有人咧笑想讲，是毋是中国有一天会变做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这个幻想伫过去这几年啊，为香港、为这个咱讲新疆、西藏啊，到咱台湾，这其实全世界其实拢看真清楚，中国是足困难，你要去改变是足困难的。你要去爱期待伊有一天会变做一个民主国家，是更加无可能的代志。你看中国对香港哈，这前几工啊，甲选一个新的特首啊，你看伊个票数。真正要笑死人，唯一一个候选人几乎是100%的这个同意，所以你要伫香港去看到讲，咱讲华人社会的民主化，我感觉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全世界其实对中国是一个幻灭哈。其实拄林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过去这2-3冬其实是伫台美关系伫法律上吼。非常大这个进展啊，非常大这个保障啊。咱拄老师有讲的这个台北法 Taipei Act 啊，这 Taipei Act 是伫2019年啊2019年哈去签约啊，这是去讲到咱台湾的邦交国吼，甲国际参与啊。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讲是头一次美国国会甲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台湾。邦交国甲国际参与写入去美国的国内法内底，未来美国行政部门对因为这个 Taipei Act 的关系，美国的行政部门不管是上届总统哦，对台湾的国际参与，甲对台湾的邦交国有一个责任，也可以想讲，根据这个 Taipei Act， 即台北法这个精神，行政部门爱安怎做，台湾才袂断交。美国行政部门爱安怎做，台湾的国际参与才有法度去提升。所以今年这个WHA 都是一个例嘛哈。拜登政府伊根据这个台北的这个精神，伊是必须要有一块作为啦哈，会当甲去年、前年无共款，会当互台湾会当。莫讲是摕到这个 invitation 啊，嘛是上无嘛爱有甲。前几年无共款即个做法出来，无伊无法度对美国国会来交代嘛，这是一个重点。第二样就是讲，除了即个2019年台北Act，其实吼还佫有其他的法律哈。你比如讲，咱即个涂骹都有写着哈，2008年台湾旅行法是哈2018年佫有咱拄老师讲到即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Area。还有这个2020年哈台湾保证法，这是上新的哦，所以你会当看到咱长久以来伫美国国会哈，咱透过咱外交部甲咱驻华府这个驻美代表处哈，长期咧耕耘哈，透过不断的邀访这个国会议员啊。
参议员、甲众议员到台湾来，其实都是有成果的。啊不，美国几乎年年通过新的法案呢。2018有2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8台湾旅行法，2019台北法，2020台湾保证法，会当讲遍地开花。所以我即摆就是咧讲吼，其实美国国会是安那有遐尼济的议员，不管是参议员甲众议员，会当来支持台湾，就是咱拄啊阿斗讲的，其实因对中国是反面啊。伊无要抱什么期待啊，所以才有遐尼济人来支持台美关系即个发展。拄啊，咱个讲到即个吼，即边即个美台关系即个 fashion 吼，有去讲到即 EPPD 吼，甲 TTIC， 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啥？是 GCTF 哈，全球合作架构协定哈。这全球合作架构协定 GCTF 是2015年的时阵哈，迄当初是美国甲台湾先开始的，但是唔通袂记住咯。即卖即个上届新版本的即个美台关系，伊有去写到即个 GCTF， 即卖 GCTF 除了台湾甲美国以外，阁有2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澳洲，所以讲伊甲即个美台关系放伫美台日澳4边关系来做一个看整个更符合印太战略即个看待，所以你种种看起来拢是讲是对美台关系非常正面一个看待安尼。是老主任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 Trump 总统时期的政策，即马拜登总统嘛就爱对咧做吼。咱来看到即边国务院改变因的网页面顶的文字吼，事实上咱看到美国国内吼嘛有小可无共款的讲法咯，因为国务院的发言人吼，伊讲这个改变是因为国务院本地就有定期来更新这个网页面顶的文字啦。啊，伊讲美国甲台湾的关系是足坚定的，重视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无改变。不过，咱看到前 AIT 的处长吼包道吉，伊讲伊的看法是讲美国小可有迄个意思，要改变现状，不过有一个美角，这个美角就是咧讲。即马即个改变了后，咱就爱看美国总统啊，也是讲美国国务卿，因伫官方的发言的时阵，敢有符合因即摆改变了的即个政策？咱来请教吴老师。即个章头就是讲，美国真正政策的改变是伫因的即个行政权力面顶，敢有要安尼做？迄就是拜登总统，敢毋是安尼？是我想吼，这国务院的发言人吼，定定去互中国的迄款记者吼，去甲提问。提问啥？你真像拜登甲迄个习近平咧对话之后，啊怎啊官媒就开始讲美国无支持台独，啊美国反对台独。咱去定看到讲啊，因迄发言人定定拢爱去接受媒体即种质问。啊，但是咱看到啊，这国务院这发言人讲完了，这个人佫无去细心吼，佫走去问拜登讲，你怎敢有安尼讲？你甲习近平咧通话时阵，敢有安尼讲？其实。结果拜登去问到急的时阵，怎讲？我无鼓励台独啦。啊，怎讲了后，咱就看到讲，一直拢伫围绕伫这个问题顶头吼。咱看到国务院干脆直接吼，就甲全世界讲吼，阮的态度立场就是安尼啦，毋好搁一直来要想要伫台美关系顶头都要背空的部分。其实咱看到吼，其实台美的关系吼，咱知影，其实咱读的历史是安尼，1911年的时候，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成立台湾全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咱看来就是讲，其实美国甲台湾吼，过去是因为即个民主的即个价值，较大家绑做伙。啊，但是咱看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了后，其实是陷入内战，陷入即国共的即内战内底。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个民主吼是无法度一直搁杀落去。啊，咱看到讲，其实咱还看到即个部分吼，其实国共咧内战的时阵，迄个毛泽东伊占领中国大陆，蒋介石退来台湾的时阵，两边当然是一个严重的迄款对峙。但是迄个时阵，咱看到毛泽东伊除了吼，发展伊家己了后，伊搁甲足侪迄款第三国际迄款国家。在交朋友，所以伊伫联合国顶头，伊有足侪这款朋友。啊，但是咱迄个时阵看到，其实蒋介石来到台湾了后，其实迄个时阵是一个威权的时代。其实威权，其实甲你讲甲共产国际即个部分，拢毋是美国
会当接受的情形，伊是希望当时的蒋介石会当民主化嘛。是。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足侪人咧讲啊，美国无够意思啦，拢安尼反起反倒，但是美国有伊的家己的立场。即摆吴教授，是，你稍等者，互我来问卢大师一个问题，因为吴教授拄则有讲到吼，若是讲即马国务院甲即个望亚面顶文字改掉，无迄个美国无挺台湾独立，即句话甲抬掉。毋过，若是拜登总统伫公开的场合，伫公开讲话时阵讲出讲美国无挺台湾独立，敢会有即款的状况来发生呢？我看到这个消息咧，我会想讲，啥物人可以期待拜登总统公开去讲我挺台湾独立无？安尼听有无？哦，伊哪有可能讲伫眼前即个双边国际局势情形之下，伊甲中国大陆伊两边对呛的时阵，伊哪有可能公开讲我支持？是。啊，但是咱爱注意，爱理性啊，就是我头拄讲，伊讲无支持，这个字无去了，但无等于讲支持的意思哦。是，咱来小心哦。是，对吧？所以咱莫过度的解读。哦。理性就伫即大家。是。好，咱过来吼，来讲咱台湾国内的讲法吼，前外交部长吼听见人吼，伊有讲到讲，美国犹原是遵守即个一中的政策，无去打中国迄条红线，总是因要加强甲台湾的关系，是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吼。另外，同款嘛是前外交部长陈东山，伊有讲到讲，美国对台湾的看法渐渐有咧改变，毋过无。犹原无正式承认台湾，可能这个承认是讲做一个国家，伊讲咱台湾需要继续来拍拼吼，咱来请教林正仪老师吼。陈部长这个讲法，伊讲无承认正式，无正式承认台湾，互咱想到一个问题，讲即马咱台湾敢有需要去期待讲美国有一天会正式承认台湾，还是讲要甲台湾建立一个正式的外交的关系，敢需要期待这？咱会当安尼讲啊，吼，以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这个非官方这三字啊，并无出现啦，吼。但是咱阮也知影就是讲，美国的政府有选过啊，这个选过就是讲，一个官方的关系是甲中国，非官方的关系是甲台湾。但是经过这差不多40几档的努力以后啊，吼，已经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讲，非邦交的官方的关系啊，非邦交的官方的关系啊，所以有足侪改变。咱就讲，这个1994年，这个李登辉总统，去到这个夏威夷，这个夏威夷无要互伊过暝，吼，落尾，咱就看见搁过一冬，吼，因为美国国会反对这克林顿政府对待这个台湾选出来总统，所以就改变，所以李总统就去到这个康奈尔大学，所以赶快就是讲，慢慢，咱台湾本身的努力。国际的政策的改变，中国伊对台湾，不管是霸凌还是这个军事的威胁，哪来哪管，所以大家会当了解。咱讲这个乌克兰或者欧洲的国家，过去都无想讲欧洲会发生战争。即慢慢就是讲，这个台湾个那像一粒的钻石共款，有对这个国际社会有足大的贡献，安那来改变这个政策，或者中国北京习近平提早知影，绝对袂再去想这个武力来解决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是希望讲吼，当然讲有官方的关系、邦交的关系是上好，不过以咱即马，咱阮爱较务实，吼，来加强非邦交的官方的关系。是，
好，接续林正义老师讲的，吴教授你要补充？我补充一下吼，其实咱看过去吼，咱足侪人就爱画迄款三角形吼，美中台的关系。其实吼，咱看到讲即个官方的即款版本的修改吼，其实有一个感觉吼，就是讲无要搁互美中的关系来限制台美的关系的提升。我感觉这点是足重要。过去足侪人讲啊，美国甲中国安怎，所以台美的关系就袂当安怎。但是咱看到即届伊的网页的迄款改变了后，咱一定爱知影美中关系安怎袂当去限制台美关系正常化。我相信这是应该是即届吼，这网站更新了后，咱对台湾人，咱对美国邦交内底吼，不管是传统的安全还是非传统的安全内底吼，咱拢爱去提升的一个部分，来补充一下。尤其是讲咱台湾的这个选举的结果，若是一摆搁一摆，一直在确定讲咱台湾台湾人要决定家己的未来吼，嘛是讲挺台湾成做一个国家的这款的政府，会互美国更较有信心，是安感谢安尼。是，我相信吼，台湾的民主价值是甲美国是同一个阵线，所以民主团结起来，才会当来捍卫民主的国家。我想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是，多谢现场4位来宾，咱台湾新眼界，明仔载再会。